嘉义公园有一架1912年就制造的机关火车，退役了后就一直放伫遮个展示。今年林体文资处开始修复，即马已经试车完成，要互这台有100年历史的火车头，搁再行上铁基路。火车头头啊驶入来，这台1912年制造的21号蒸汽火车母，是阿里山林体第一台28吨的蒸汽机关车。林务局林体文资处用18个月时间来修复，用符合环保的土炭动力，让这台100年的火车母会当搁再运作。我们已经验收的程度是可以自己开到主起来回，我们会一站一站往前推，所以我们现在只要报交通部核定以后就可以营运了。这台21号蒸汽火车母伫阿里山服务64档了后，搁伫嘉义公园展示43年，是真侪在地人重要的记忆。伫2019年送登去修复到呾，会当看到伊搁再出现，真侪在地人拢真欢喜。它是一个可以是国宝，我们的国宝，它重新复始，让人感觉非常的振奋精神，非常的开心。配合阿里山铁路通车110周年，11蒸汽火车母嘛宣布要来复驶。林体文资处表示，透过这届修理的机会，唔但保存重要的文物，嘛建立火车零件的资料库，加培养专业的修理人才，要让台湾林业铁路的历史会当继续延续。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。